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人讲米会使南山食，话袂使南山讲。这个意思是可讲人讲话爱张直，千万唔通三咧乌白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南读乐安南第7条南山的南。台语字典解说南就是透做伙意思，咱讲烧南。另外古早嘛有做盘意思，咱讲是盘南。另外佫有做大水的意思，较文的讲法就是大水泛滥。另外佫有南用意思就是讲讨债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插南，意思就是烧头混合做伙，嘛当讲是透南。第二个词读做南散，意思就是凊彩乌白来，嘛当讲是南鼠、乱鼠、乱来、乱鼠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出名大紫菜想要拍破传统的想法，甲无共产地风格有差异的食材，甲伊插南做伙，看起来敢若是南山来，结果无意中研发出互人学了搁出调的料理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南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